云林的二轮乡公所，伫二轮的运动公园，用500公的稻草梗来布置一座大型的马场，要邀请到回乡的游子甲游客来体验这个趣味新式的马场的艺术。 伫咧二轮运动公园内底，会当看到500捆的稻草所做出来马场，看起来真特别个趣味。嘛适合游客大家翕相拍卡。这是二轮乡今年新春时间的特别景点，后来这体验的民众拢感觉真新鲜。就是很有创意，然后小朋友来这里应该可以玩得很开心。乡公所结合当地农业特色，规划这座稻草马场，希望互过年当来到故乡的民众，会当想起过去农村时代回忆。 稻草这算废弃物的物件吼，来甲这个运动公园做者点缀。若伫咧过年初1、初2，乡长张东尧卖伫咧运动公园来发限量的新春红包，规划大家欢喜过新年。麻烦有民众来到公园体验这座稻草马场，感受在地农业文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